神家是我家，以弗所書2章19節。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，是與聖徒同國，是神家裏的人了。我哋知道基督徒唔係信耶穌得救就夠㗎喇，仲需要一生咁去追求主，令到生命得以長進。其中唔可以缺少嘅就係過正常嘅教會生活。所以保羅喺呢節經文嗰度提到有兩件事。第一係同聖徒同國，我哋唔再係外邦人同埋客旅啦，而係神國嘅子民，一齊有份於將來去神國度嘅榮耀嘅盼望。所以我哋行事為人必須對得起嗰位召我哋進佢嘅國得佢嘅榮耀嘅神。第二就係神家裏嘅人啦，神嘅家就係神嘅教會。自從我哋蒙恩得救之後，神唔願意我哋過一啲單獨嘅基督徒生活，特殊情況除外啦，例如好似為主被囚等。因為單獨嘅基督徒就失去扶持，好容易就成為迷途嘅羊，俾撒但吞吃啦。神唔願我哋成為無家可歸嘅孤兒，或者係離家出走嘅浪子。神要我哋喺佢嘅家中盡自己嘅本分，同神嘅兒女一齊嚟侍奉佢。弟兄姊妹們，神嘅家係我哋安息之所，就好似你去到外地作客啦，即使其他人嘅招待再好，你都會覺得比唔上返去自己嘅家咁自然自在、舒適安息。同樣地，世界亦都冇我哋安息嘅地方，只有經常過教會生活，同眾聖徒喺神嘅家中一齊去享受主嘅同在，一齊嚟敬拜侍奉佢，先至能夠得着真正嘅安息。仲有神嘅家講出咗神嘅眷顧同埋保守，即使我哋再軟弱，面對再多嘅難處，如果我哋能夠投入神嘅家，同肢體多交通代禱，就必定可以經歷神嘅保守同埋得勝，因為我哋係神家裏邊嘅人。親愛嘅天父，願我哋喺你嘅家同肢體嘅代禱中，重新得着真正嘅安息同埋得勝嘅力量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